咱看到咱国造的淡水港海群号今透早伫高雄港进行第4次的海测。虽然啊，这天气凉凉啊，但是嘛是真侪民众来现场来看，佮摕翕相机来翕相，佮有人有红布条啊来迎接的。上边边啊，有真侪只小船介好，海军官兵甲大船警员戴头盔、穿安全甲，豆豆啊离开港区。今仔日早起，国造舰舰海群号豆豆啊离开港口，进行第4届的海上测试。花边有真侪揸专业设备被翕相的军事迷，因个有红布条迎接。期待很久了，然后昨天刚好也有，昨天有这个消息说今天上午就会有睽违已久的试航，所以就是我们就再度来到这边，然后来帮这个台船跟256战队还有海军的这个官兵他们加油。大概几点就起来？好像3点半。哦，对，然后我从台南过来。无看到亲身来观赏海群号出海测试的人，伫网络顶拍开港口及时影像，所发现镜头停伫咧昨暝11点57。原来6月17头一届出海，当时就是用及时的影像全程放送。不过，就惊影响到航安甲漏泄秘密。第2甲第3届测试的时，也拢将画面关起来。这一次相关的测试，也有美军应该是有协助，所以应该都是所有的风险都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来进行，所以是可控的。虽然未好伫9月完成海测，11月高船。也毋过头一只舰舰国造专案海群号大概出海的测试也拢备受关注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